明白晒，原來呢首歌係羅文先生原唱，根本冇女歌手版本。我唔應該畫蛇添足，而家重新同你專注講男歌手，參考羅文風格，點樣演繹醉眼看世界。一、故事解讀：70年代打工仔嘅借醉自嘲，醉眼看世界，收錄於羅文1977年專輯家變，填詞盧國沾。嗰個年代香港經濟起飛，但普羅市民依然為兩餐奔波。歌詞入面嘅埋頭苦幹做到傷晒，骨痛如柴，為兩餐只有係捱，正正係70年代草根階層嘅真實寫照。同時，當時社會亦開始出現拜金風氣，望見金人人都拜，一見就去搶，即係笑貧不笑娼。盧國沾用醉眼呢個角度寫一個男人借酒消愁，明明好清醒睇到呢啲荒謬，但冇力改變，唯有飲潘杯麻醉自己。羅文嘅演繹精髓係表面笑騎騎，內心苦凄凄。佢可以唱出一種浮誇嘅小丑感，但你又感受到背後嗰種凄涼。要做到呢一點，你首先要明白歌中主角唔係真係好享受醉，而係被逼醉。二、歌詞意境：小丑面具下的生存哲學。歌詞不斷重複飲潘杯，係一種儀式感。今朝有酒今朝醉，唔係瀟灑，係絕望，因為聽日太痛苦，所以今日索性飲醉，衝下小丑夜郎自大。主角知道自己係小丑，承認自己夜郎自大，即係自欺欺人。但呢種自嘲反而係一種保護式，聽朝搏命捱，估下猜枚咁去猜，用猜枚比喻命運聽日點樣捱，完全靠估，靠運氣，毫無把握。成首歌嘅情緒狀態係醉意下的清醒，主角冇真係斷片，佢望到人人古怪，骨痛如柴，未結婚可以住埋，通通都知，只係用醉做借口，等自己唔使咁傷心。羅文演繹呢類歌詞最叻係將歌詞入面嘅市井味同戲劇咁結合，佢唔係唱俾自己聽，而係唱俾成個社會聽，用一種半大誇張、半大真性情嘅方式，令人笑完之後想喊。三、逐句情感分配與演唱指導。男歌手整體聲線指引唔好太斯文，唔係關正傑嗰種知識分子唱法，要帶啲粗獷同沙啞，咬字要懶少少，似酒醉後嘅鬆弛，但唔好甩拍子。情緒上係苦笑自嘲發洩，再苦笑嘅循環。第一段開篇定調，發洩愁懷，醉眼看世界，亂咁派，輸我愁懷，起音要豪邁，好似真係飲大咗。哇，我唔理啦，亂咁派錢，亂咁派三個字要唱得爽快，有力，用力督出去，發洩咁出嚟。輸我愁懷要放輕少少，帶出一種嗌，總算鬆一重嘅嘆息。我醉眼看世態，人人古怪，人人古怪要加嘲諷笑意，尾音微微上揚，好似好不屑咁。呢句係全曲第一個批判位，要唱出我見慣晒啦嘅老年，望見他埋頭苦幹，只要為兩餐，乜嘢都講快，用敘事口吻，似同隔籬酒客講故仔，乜嘢都講快，要唱得急啲、趕啲，模仿反嗰種生活逼人趕頭趕命嘅感覺。望見他骨痛如柴，做到傷晒，做到傷晒係心噏位，要放輕聲線，但無奈傷晒兩個字要拖長少少，好似搖頭嘆息。第二段望見拜金女，辛辣諷刺，望見他形影妖態，揾個大闊佬貪佢死得快。呢句要演出嚟，用大姣嘅語氣唱形影妖態，模仿嗰種女仔姿態，貪佢死得快要辛辣，但睇唔起嘅冷笑，唔係鬧個女仔，係鬧呢個有錢大晒嘅社會，未結婚可以住埋，唯有錢派，唯有錢派要唱得直白赤裸，好似一嘢篤穿個現實咁，語氣要不屑但無奈。唉，世界係咁噶啦。副歌飲潘杯，自嘲的高潮，飲潘杯，今朝有酒今朝醉，飲潘杯要豪邁，似真係拎起酒杯一飲而盡。今朝有酒今朝醉，要唱出及時行樂嘅放縱感，但尾音要收得快，因為下一句就轉 mood。飲潘杯，衝下小丑夜郎自大，呢句係全曲演技核心位。衝下小丑要唱得自嘲，大苦笑，夜郎自大要故意誇張，
好似話係啊，我就係咁自大，吹咩？但背後其實係心酸。飲潘杯，不必記掛。聽朝搏命捱，估估下猜枚咁去猜。呢句最長，要一氣呵成，模擬最後語速加快。不必記掛，要唱得輕佻，好似真係放低咗。最後猜枚咁去猜，要大最大嘅節奏感，好似真係喺度猜枚，手指屈下屈下咁。呢度要唱出命運就似猜枚，完全靠運氣嘅無力感。間奏之後，第三段，見金就搶，做到癲晒，望見金人人都拜，一見就去搶，多見不多怪，一見就去搶，要唱得狠，模仿人哋搶錢嘅急色。多見不多怪係點題金句，要唱出我見慣晒，已經冇感覺嘅冷漠，語氣要平淡，但平淡之下係絕望。為兩餐只有係捱，三次只有係捱，做到癲晒。第一次只有係捱，承認現實，無奈。第二次只有係捱，加重語氣，似對自己講係啦，就只有捱。第三次只有係捱，更輕更絕望，似喃喃自語。最後做到癲晒，一次性爆發，發洩所有壓抑，要夠放夠盡，好似大叫出嚟，然後即刻收聲。回歸最態嘅沉默。四、整體氛圍與舞台演繹建議。氛圍關鍵字：酒館、獨坐、半醉半醒、苦笑、自嘲、發洩。舞台動作建議：開手可以做出拎酒杯嘅動作，身體微微搖晃，營造醉意。唱亂咁派時，可以做一個派錢嘅手勢，誇張少少。唱衝下小丑時，可以用手指指自己，做個小丑式嘅苦笑表情。唱猜枚時，可以同 imaginary 對手猜枚，增加戲劇感。最後做到癲晒，可以握拳或仰頭，全力爆發。聲音狀態要記住，羅文唱呢首歌係有清晰咬字，但帶走意，唔係真係斷片亂唱，而係用演技扮醉。你要有嗰種我知道我好慘，但我選擇笑住唱嘅反差感。結尾之後停頓2秒，然後輕輕苦笑一下，或者自嘲搖下頭，先至落台，咁就完美演繹到最眼看世界嘅神髓。祝你演出成功，飲多杯，唱好佢。